隨住越嚟越多人養寵物，強調與寵物共同生活嘅寵物共生宅，成為室內設計嘅重要方向之一。屋主夫婦買下修進陽光簡約風小宅，希望能夠一點一滴建構同埋愛貓嘅美好生活，既要滿足人類需求，又要考量貓咪嘅各種活動習性。考慮到貓咪喜歡爬上爬落、隱身匿藏嘅習性，喺穿鞋椅底下配置一摞唔做滿嘅收納櫃，透過開放特性滿足人類所需嘅展示收納同埋貓咪嘅活動空間。無論生活裏遇上大小事，一抹暖烘烘嘅陽光總能洗調身心。呢間日式簡約風嘅居家擁有渾然天成嘅明亮好彩光，設計師以此為起點，援引帶有自然意象嘅木質調嚟一場無形嘅光合作用，刻畫舒適流通嘅空間氣場，並透過樸實嘅木質、白色等元素鋪陳東方嘅內斂美感，為使用者建立一處沉澱身心嘅最佳避風港。地台適合將地板內部空間作為收納使用，呢個亦都係好多人想規劃喺睡房原因之一。利用地台床賦予區域層次感同埋多元使用嘅可能，創造一個寬敞舒適、使用方式多元嘅自在空間。因為地台可以收納換季先至會用嘅棉被衣物、唔常使用嘅旅行物品，或者係喺地板側邊做櫃桶，既能有效運用地板高度，又方便拿取物品。除咗打造娛樂性嘅玄關櫃，更喺主人房門配置貓門，讓貓咪自由出入。白色廚房外觀乾淨利落，對於想要打造現代時尚空間嘅屋主嚟講，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選擇。純白嘅色調清新又明亮，能夠瞬間提升廚房嘅美感。當白色廚房同埋白色台面配搭嘅時候，會喺廚房營造出低對比平靜嘅效果。對於嗰啲想要喺烹飪空間中享受安靜氛圍嘅人嚟講，係一個絕佳嘅選擇。白色廚房如此受歡迎嘅另一個原因係其設計風格嘅多元性。無論係喜歡現代或者經典風格嘅廚房，白色都可以輕鬆融入屋主喜歡嘅設計美學。普通浴室嘅鏡通常同洗手台嘅尺寸互相呼應。針對坪數唔大或者想擴增浴室視覺嘅空間，設計師巧妙將鏡面嘅尺寸放大，唔受洗手台闊度限制，延伸至整個牆面，無限拉開視野幅度。呢種放大鏡面嘅想法，唔單止營造出寬敞開放嘅感覺，鏡面內亦增添儲物功能，收納容量將會同時倍增。將玻璃門固定喺兩道牆中間，係一字型淋浴門最常見嘅設計，能夠規劃出方正而且完整嘅淋浴空間。一字型淋浴門相對好安裝，而且結構簡單，透過玻璃門嘅防水條嚟阻擋花灑嘅水彈倒或者滲漏到乾區。